你好，股神嘅耐性係點樣得返嚟？點解巴菲特會咁有耐性？主要係佢有長遠嘅眼光。佢曾經比喻，當你坐上一班航機，縱管航線係唔會一直都係直線咁行駛，有時快，有時又有風暴流，但你只會調整高低同埋方向，但你好清楚，航班一定會送你去到目的地。一般偉大嘅企業嘅長線投資回報大概有10%，當然有啲會超額完成，有啲會比較平庸。因此，我哋不宜進行太多嘅股價交易嘅操作，我哋只需要耐心等待。假設你已經有1000萬，每年嘅回報已經有100萬，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多嘅專業人士嘅人工。我哋確實唔需要估計市場，因為我咁耐未見過短炒嘅衝動派會贏到最後並致富。巴菲特唔會追求熱潮，寧願選消費股，只係因為佢想確保企業長線能夠穩定行駛，預見性高，遇到突發事情亦有足夠嘅韌性存活。我諗呢點係至關鍵。